2025年啱啱過咗，本港舊年嘅整體經濟表現穩中有進，整體經濟增長預計加速去到3.2%，表現係好過舊年年初嘅預測。經濟持續增長，樓市同埋股市亦都雙雙報捷。私人住宅樓價去年首11個月已經累計升咗2.8%，而恒生指數已經較前年年底升咗大概30%。喺全球主要股市中表現係名列前茅。至於近日有意見話有4隻新股上市即刻跌穿咗招股價，認為本港金融市場表現係冇想象中嘅樂觀云云。咁以偏概全係冇意義嘅，最好仲係讓數據說話，以事實證明本港金融市場嘅表現同埋香港經濟發展嘅潛力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發表網誌，羅列咗多項數據，證明本港2025年嘅經濟表現良好。咁就住股票市場嚟講，陳茂波指出，本港股市連續第2年上升，恒生指數較前年嘅年底升咗大概29%，而升幅計係自2017年以嚟表現最好。喺全球主要股市中表現亦都係屬於前列嘅。佢認為股市升勢全因為有活躍嘅成交量支撐，新股集資額按年上升咗超過2倍，大市交投同埋上市後嘅後續融資額亦都按年增加咗大約1倍。另外，舊年首11個月，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額接近2600億元，首次公開募股即係 IPO 嘅集資額高居全球第一。截至上月中已經超過咗2700億元，其中4家嘅上市集資額更加排喺舊年全球10大新股之列。同期已上市企業後續融資額超過5100億港元。而喺資產同埋財富管理業務方面，舊年首9個月喺香港註冊成立嘅證監會認可基金嘅資金淨流入係超過咗410億美元，已經較前年全年嘅數字上升咗超過1.5倍。當然，本港嘅股市亦都絕非全無風險可言，股票價格可升亦都可以跌，呢個係基本常識。問題係有4隻新股上市跌穿招股價呢個現象，又係咪代表香港嘅股市同埋 IPO 市場有任何隱憂呢？有重量級嘅財經人士近日係解釋，舊年全年上市嘅102隻新股之中，截至去年12月22號係有76隻嘅股價上升，佔當中75%。其中有16隻上漲更加係超過1倍，呢個同恒生指數舊年年初以嚟上升大概30%嘅趨勢係相符嘅。對於有4隻新股上市跌穿招股價，該名重量級財經人士認為，全因為涉事新股嘅發行定價太高，同投資者願意支付嘅價格有明顯差距。例如，其中一隻跌穿招股價嘅明基醫院 IPO 價格隱含嘅市盈率為29.8倍，比起其他私立醫院股票平均市盈率17倍，同埋恒生指數總體18倍為高。另外，多數機構同埋國際長期投資者喺年尾都會鎖定利潤，對購入新股票表現出更加謹慎嘅態度。震盪期內高賣低買嘅套利交易亦都更為普遍，以致資金對流通量有限嘅新股係缺乏咗興趣。至於本港 IPO 市場舊年能夠持續火熱，其中嘅原因係港交所舊年8月推行嘅 IPO 改革。新生效嘅 IPO 市場規則主要涉及配售比例調整、回撥機制優化同埋公眾持股要求修訂，係港交所自上世紀90年代以嚟對 IPO 申購制度嘅最大調整。喺新機制之下，散戶嘅中籤機會雖然大減，但係有機構指改革係有助推動港股 IPO 從數量驅動向品質驅動轉型，刺激咗多隻新股上市後股價表現更佳，甚至係倍升。截至舊年12月26號 IPO 改制後係有56隻新股上市，其中37隻首日上升，17隻下跌，同埋2隻係冇起跌嘅。當中更加有近30%股份升幅係達100%或者以上嘅。從上述數據可見，香港金融市場始終係全球投資界眼中嘅投資熱土。受惠於特區政府提出嘅多項支持香港資本市場發展措施，同埋特區政府出海專班嘅高效運作，內地企業赴港上市熱潮係持續不減。
種種利好因素疊加之下，香港股市舊年呢的確係名副其實嘅越升越有。呢個唔係乜嘢托大支持，而係有堅實嘅數據同埋有效嘅政府政策作為後盾嘅事實。話本港金融市場表現亮麗，絕非虛擬。必須要指出，香港經濟嘅向好表現同埋韌性，絕對唔係單靠股票市場或者 IPO 集資額等範疇嘅亮麗成績。咁以旅遊業為例，舊年首11個月訪港旅客已經突破咗4500萬人次，唔單止按年顯著增長，更加超越2024年全年嘅總數。世界各地旅客選擇香港，為本港酒店業、餐飲業等嘅旅遊相關行業提供咗非常堅實嘅支持。展望未來，喺特區政府繼續推動城市經濟同埋旅遊業發展嘅前提之下，旅遊業將會繼續貢獻本港經濟發展，為本港提供唔少就業嘅崗位。特區政府近年亦都大力開拓高增值新興產業，包括聚焦發展策略性創科產業發展，包括生命健康、人工智能與機械人、微電子與智能設備、新能源、新材料及綠色科技等等，將會喺未來主導世界經濟走向嘅產業。配合已經開源嘅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，同埋積極推動上馬嘅新田科技城，創科產業對本港中長期經濟增長將會起着重要嘅拉動作用，並且為本港經濟帶嚟持續發展嘅重要動力。積極用好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，係現屆政府嘅施政目標。而2026年呢，係國家15規劃開局之年。若果特區政府能夠更加積極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，金融、創科同埋貿易呢幾個發展引擎，必定會係本港經濟得以持續發展嘅重要原動力。當然，社會對於今年本港嘅經濟表現呢，亦都唔可以盲目樂觀嘅。根據大部分專家嘅分析，全球資本市場今年嘅波動呢，仍然可能係較大嘅。咁就此啦，正如陳茂波指出，社會係必須繼續保持高度嘅警惕，喺外圍環境始終充滿變數嘅情況之下，要防範各種黑天鵝、灰犀牛嘅情況，統籌好安全同埋發展兩大主軸，等香港喺2026年社會同埋經濟都得以繼續平穩向前發展。